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进前咱新闻报道，破爱做应该是爱让有需要人优先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优先的优，读悠第一条。照古早台语字典解说，这个优有和谐、筋骨的意思，咱讲优美。另外嘛有高雅、有春、富裕的意思，咱讲是优裕。另外特别的台语，咱讲是优待，卖当讲是优惠。再前若是比人较好，咱讲这人足优秀。优的级数阶级，咱讲是优点；也有好处较厉害所在，咱讲是优点。有人先，咱都是优先；若优先的管理，咱讲是优先权。带大家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优先，也就是并头排的时先排伫头前；第二个词读做优待，这个意思是讲互人较好的待遇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这间店特别对老大人真好意。坐过人来交关，若介绍有优待，出差时也会当并头排伫优先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优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